说什么北京无美食，我们就不信这个。执拗，我真的也不理解，我也不想去理解。它在北京消失了太多年了，我们小时候那些美好的记忆也消失太多年了。光头老郭的回忆，是一锅跟他一样绝顶美味的红焖羊肉。不光他不理解，恐怕肉肉们也搞不明白，自己曾经是怎么从北京城顶流沦落到销声匿迹。有一阵儿不是特别火吗？那会儿满大街都吃嘛，能吃出小时候的味道那种感觉。表现好了，爸爸妈妈带着吃。就是这个小时候味道，你是永远忘不了的。没错，北京的90年代是属于红焖羊肉的年代。他千里迢迢从河南来到北京，只为与这里的土著来上一场激烈的邂逅。